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 channel。今次我哋又去旅行啦，不過呢趟旅程就有個特別任務，因為我老公要嚟 Birmingham 參加壁球比賽，所以我就順便跟埋過嚟，化身做打氣隊，兼同大家周圍睇下。我哋今次會喺呢度留5日4夜，而入住嘅呢間 Apart Hotel， 其實我哋舊年已經住過，覺得佢又乾淨又 modern， 空間感足夠，而且超方便，所以今次決定返嚟再住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去 check in 睇房。由酒店大堂開始 check in 過程非常順利，攞完房卡，我哋就搭電梯上4樓啦。一開房門，右手邊就係一個開放式嘅小廚房。行前少少就係客廳，有一張雙人梳化、電視同埋一張配咗2張凳嘅小圓台。客廳隔籬就係一張雙人床，成個空間係全開放式嘅設計，感官上好闊落，望出窗外見到嘅係街景。我哋行返去廚房，仔細再睇下，呢度配套好齊全，有爐頭、電熱水煲、洗手盆，連洗潔精同洗碗海綿都準備好。櫥櫃裏邊有齊碗碟、唔同嘅杯同廚具、餐具。另外仲有附送嘅茶包、咖啡、牛奶同糖。最正嘅係房入邊有洗衣機，不過洗衣粉就要自己買啦。呢度仲細心地放咗個垃圾分類回收桶添。行返過嚟客廳，梳化側邊有2個插座，仲有 USB 插電位，好貼心。電視尺寸啱啱好，唔會太大或者太細。順帶一提，大家畫面上見到電視播緊嘅中文節目，係我哋自己帶埋部電視盒 TV Box 過嚟睇嘅，唔係酒店本身嘅 live 頻道啊。浴室外面有一副全新鏡，入到浴室入邊相當乾淨，企缸空間好大，裏邊已經提供咗沖涼液、洗頭液同埋護髮素。洗手盆側邊有剃鬚刨同埋電動牙刷嘅插電位，仲有一面好大嘅圓鏡。洗手盆下面嘅儲物櫃放咗備用嘅廁紙同埋2條大毛巾。隔籬就係坐廁，門後面亦都裝咗2個鈎。再睇埋睡房區域，呢度放咗部便攜式暖風機，仲有燙衫板同埋燙斗。底部嘅櫃桶拉開，會見到有風筒同埋幫燙斗加水嘅水樽。另外仲有一個標準尺寸嘅保險箱，仲有晾衫架，同埋有幾個衣架。衣架頂部仲有啲空間可以擠嘢。床頭兩邊都有插咗，不過呢邊就冇 USB 位啦。而最正嘅係床尾對正都仲有另外一部電視。住呢幾晚，呢間房對2個人嚟講已經係好足夠。好啦，帶大家落去睇下酒店出邊。一出酒店，隔籬就有一間 Nisa 便利店，仲有 Pure Gym 健身室。如果揸車過嚟嘅話，酒店另外一邊有一條小路直通停車場。我哋嚟緊呢幾日都會用 B4 停車場。呢個停車場總共有6層，標準收費係每個鐘大約5磅半，
不過要提醒揸電動車嘅朋友，呢個停車場入邊係冇叉電位嘅。但好在停車場出邊條街有2個叉電位，最多可以停泊叉電1小時，2個鐘頭之內唔可以再返嚟。不過大家都要睇清楚指示牌，留意嗰度係俾私家車定係俾的士用。我哋停泊喺 B4 停車場，其實係可以享有高達55% off 嘅泊車優惠。方法好簡單，首先喺酒店嘅 reception 登記車牌，之後每次你想出車之前，只要去 reception 隔離部機輸入車牌號碼，咁當你去到停車場俾錢嘅時候，個熒光幕就會自動顯示折扣咗嘅車費啦。行返入 reception， 呢度有幾張梳化同座位，環境好舒服。平時可以喺度飲杯咖啡放鬆下或者做嘢。reception 旁邊直接連住24小時營業嘅 Nisa 便利店。如果你預訂咗酒店早餐，你就可以直接過嚟 Nisa 攞一件 pastry 同埋一杯嘢飲，但記得要早啲落嚟，先至可以揀到最新鮮嘅嘢食。整體嚟講，我哋非常享受住喺呢一間酒店。雖然佢係位於好繁忙嘅大馬路側邊，但係到咗夜晚，房入邊基本上聽唔到啲交通噪音，比想象之中更加安靜。喺度分享多一個 tips 俾大家，大家喺官方網站訂房嘅時候，記得要求一個免費升級 complimentary upgrade， 因為我哋舊年嚟嗰次就成功被免費升級咗去 classic one bedroom。嗰款房係一個獨立睡房。至於今次我哋住喺 Grand Studio， 雖然好想再升級，但可惜今次酒店全房爆滿，所以就冇緣啦。價錢方面，呢間 Grand Studio 大概係78磅一晚。由我哋嘅角度睇，呢個價錢真係非常超值，因為成間房有大約27到33平方米，而且設施咁齊全。如果大家嚟 Birmingham， 我哋絕對會毫不猶豫咁推薦呢間酒店。好啦，今集嘅酒店開箱就去到呢度。下一集影片，我哋會帶大家去一間當地嘅意大利餐廳食晚餐，嗰度氣氛好溫馨，食物都好高質素，大家記得唔好錯過啦。如果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幫手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。我哋下一集影片再見，拜拜。